，groupbuyer.com 着數優惠，863港元就可以入住南昆山姆斯嘉華溫泉酒店，喺珊瑚環抱之間浸住潺潺溫泉，真係身心都爽晒。呢度有12個露天溫泉同7個溶洞溫泉，浸落去好似去咗熱帶天堂咁，即刻幫你平衡身心靈。酒店就喺北回歸線上嘅綠洲南昆山風景區隔離，四周圍園林山巒森林，湖泊層次豐富，靚到爆。仲有水上樂園同兒童樂園，細路仔實玩到唔捨得走。記得要去無邊際游泳池打卡Like Tilda 周邊仲有南昆山國家森林公園、川龍峽漂流萬洞古村、石河奇觀、觀音潭等景點，玩足幾日都唔會悶。快啲同 groupbuyer 一齊嚟泡溫泉啦！12個溫泉加號7個溶洞溫泉，如置身於熱帶天堂之中，令人身心靈達到和諧與平衡的享受。酒店休閒娛樂功能配置齊全，處處是景點，湖泊泛舟、七彩玻璃橋、湖景棧道、森林徒步。比鄰譽為北回歸線上的綠洲的南昆山旅遊風景區，園林山巒森林、湖泊等景觀層次豐富。酒店擁有一條12米高、200米寬的景觀瀑布，將是國內自帶跨度的人工瀑布之一。水上樂園加號兒童樂園，是小朋友的最愛，還可打卡無邊際游泳池。酒店裝修簡約雅致，溫馨舒適，色彩明亮清新。客房配有智能控制門鎖及奢華慕斯寢具等。周邊景點豐富多樣，南昆山國家森林公園、川龍峽漂流萬洞古村、石河奇觀、觀音潭等。大床房、風景西餐廳位於酒店3樓，可容納280人同時就餐，落地式觀景玻璃大窗，將群山湖泊之美盡收眼底。超過50個露天及溶洞區各式溫泉泡池功能池，1000多平方溫泉溶洞區。神秘的疊瀑式淋泉浴，更讓你疲倦盡消，流連忘返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